我嘅大事回顧，1月中呢，第一男主角巴黎仔就去咗彩虹橋，佢陪我走過17年半，俾咗好多快樂我啊！咁啊，米奇仔呢就躍升咗做第一男主角啦。今年年尾，香港宏福苑嘅火災真係好心痛。我個頻道呢喺2023年2月開始嘅，做咗2年半。今年嘅8月中，終於踏進呢個1000訂閱門檻啦。到咗而家12月30號，我嘅訂閱人數係4個月嘅時間就多咗倍幾。對於我蚊型嘅頻道呢，我真係好開心啊！好多謝咁多位訂閱我嘅朋友仔，未訂閱我嘅呢就歡迎免費訂閱，多謝。人生就係咁噶啦，有悲亦都有喜。我哋將悲傷呢就留喺2025，